咁呢區咧有好好嘅學校啦，好好嘅交通配套啦，亦都有好唔錯嘅 lifestyle。一個區咧叫做 Camberwell， 但係呢區嘅住係點樣咧？同大家一齊實地考察下喺 Camberwell 居住嘅實際環境係點樣？記得睇到最後。我哋推門入去先，咁入到去咧，樓梯底啲地方咧就係一個小擺設，佢好 cosy 咧，擺咗一個書房嘅設計。但其實咧都可以足夠擺一間睡房喺度嘅，亦都特登預留咗地方做衣櫃，嗰個 drawer tower 啦，咁可以攞嚟擺衫。洗手間啦，係一個好闊好開揚嘅客廳。廚房用咗一字形嘅設計，所以咧個位置空間非常之好用。一個好大嘅露台啊，而且佢好細心咁樣做晒一啲 shading，個私隱度非常之足夠。咁相信咧一個小家庭足夠有餘啊。咁入到嚟呢度咧就係個 laundry 嘅地方，咁呢邊咧就係一個 water closet 啦，有埋洗手盆。咁再上去啦，再上去就係主要嘅生活空間。洗手間啦，呢個洗手間咧有啲 oversize， 我最中意咧佢就係有嗰個天窗。咁喺採光上面咧非常之好，就算唔開燈都足夠。咁呢個房間咧同人哋有10尺嘅衣櫃，同埋有天窗，採光非常之好。呢個望落去咧，仲有秋冬嘅紅葉啊，車房。咁咧佢係一個 double garage 嘅設計啦，擺2架車亦都非常之足夠嘅。今日睇到呢度，如果有興趣了解多啲咧，記得同我聯絡喎。